哇，二哥啊，啊，当你安尼是咧创啥？30万军礼，互咱家己失落去啊！咱到庙后面通好去见着大哥，只有死，才会当对得起大哥。唉，你讲安尼是有哪有理啦？若讲咱两个吼实在有影有够无路用啦。遐吼，毋止讲干那遐查仔无掠半个，甚至连讲因对倒位来，搁走对倒位去，咱嘛看袂清楚。咱两个吼实在有够饭桶的啦。所以就爱死啦！咱三个饭桶根本就无面，通好去见着大哥，也毋死，还搁咧等什么？安尼吼，爱死吼。对啊。好吧，讲死就死嘛，啊，咱是要安怎死？你甲我讲啊！甲你讲。嘿啊。好，互你死。啊，你若先甲我讲死，啊，你就袂当死啊？安尼吼，有理咧，无规气安尼好啦，咱两个相讲啦。有理，同齐。好，同齐讲哦。爱讲好准哦。对。来，一个就好落去哦。好。一、两、三。二哥啊，你若要讲哦，就较细个呢，伤大咱会疼哦。靠腰啊！啊，细个要哪会死？细个袂死吼。相容一个就好巧伊。好啦好啦，无规气，实在你讲啦。好来。来。伊两个，哎呀，两个大兄，啊，恁是安怎要死啦？啊，无死敢会用诶？无死敢会大个哦。哎呀，这个代志嘛袂用个拢完全怪咱呢。啊，毋怪咱是要怪啥人，无敢讲要怪咱狄大哥咧。哎呀，啊，这个地势根本咱都无熟啦，倒出来甲咱抢军衣，伊是由小路倒走的咧，莫讲是咱，任啥物人都无法度通去掠伊啦。安尼有理哦。所以我讲哦，恁两个人毋通要想短见，暂时在遮安宁作坐，等我坐我这条失分配倒转来去东莞，请着大哥来才搁拍算。安尼吼，好，无二哥啊，咱暂时莫死。安尼搁等下哦。好。30万的军力全部为死。是。你若实在太大意啊！请大哥恕小弟失职之罪。哈！青弟，这件代志非同小可，你要赶紧想办法去找。青丽啊，青丽啊，青丽啊！我拄才听小丽讲，30万的军礼已经为死啦，真实的死。这，青丽啊，是毋是真实的？你紧甲我讲啊！二表，害你甲张中李二两个乡长押解军礼，经过迄个大龙山卡，哪会知影讲忽然间一堆的人马就安尼冲出来，军礼就去互抢去啊！不但是连一个都无甲伊掠着，连恁是对倒位走去都毋知影，安尼糊里糊涂30万的军礼就安尼毁失去。现在啊，老表，你毋是捌讲过，迄个三观有种报元帅的军令甚严，原来安尼，军礼已经无准时押到位，青丽的性命毋得难保。这上讲，元帅军令敢真是这么严实？是啊，因元帅押解军礼的期限是限1个月啦。啊，若万一天到位，都爱重拍20个军棍；万2天，都爱横空穿箭；也若万3天，现到现斩，就是皇帝来保也无情。无
拍算的。我要离家之时，古庙正经有调伊徐太君入校局，又亲手休书，并伊的囝儿杨宗保。假使我若是为其限，并伊就爱将轻发落。当时包大人的门生范仲安，现在也伫三关管机礼部上司，伊并伊咧照顾孩儿。虽然是军医失落，我想也袂性命会危险。父亲只有恁众人毋免为我伫咧担心啊！阿娘，既然有谢太君甲包大人的书信，我看杨元帅伊绝对袂为难亲弟。是啦，那安尼我都放心啊。青丽啊，你准备什么时阵要起程？我现在就甲老贤弟立刻离开啊！才拄好遇到这个大风势，东西南北都分袂清楚，是要咱去找到盗贼的下落呢？赵大哥，你看，对面迄个山顶有一间庙寺哦，无咱来去甲伊问方向啦。对啦，安尼有理啦，无归去，互我来问啦。妹，我来去咯。万姐，我看恁也是在遮等我家己一个来去问。无咯，大哥啊，你家己一个去，我袂放心，回去我甲你斗阵来去。恁住在遮等我随去随倒转啦。安尼哦，无你就较细腻的。请用地。小师傅，恁哪会捌我呢？家属早就知影着王清今日要来准假光临，所以着咪小真前来奉地。杨师真是神情啊！不
不敢动，不敢动。狄王亲，你过奖了。是小人，这位老师傅，你是什么时阵来伫咧遮坐？阮也无看见。老曾已经来遮恭贺亲王，已经真久。狄王亲，你哪会无看到我呢？这位老师傅一定是得道高僧。小姐，大概是一时眼花，这无看到老师傅，请问老师傅法号如何称呼呢？老曾法号性格。哦，原来是性格老师傅啊！狄王亲，请。请。请坐。看老师傅笔法沧桑，唔知你今年的年纪高寿咧？老曾自东朝至今385岁了。原来老师是一个活本。起价，起价。老曾俗名屈地宝林，先父乃是东朝名将屈地强。原来老师傅是东朝天子脚下名将武帝老将军的后代，小将不知都有识做之余。起价，起价。狄王亲何罪之有？老曾失意欢迎，还望恕罪。不敢，请问老师傅，既是东朝兵将，功臣之后代，为什么来这间庙寺第一位地主呢？这就是因为当天子靖关古海征东之时，兵将随天子完征，不料大军到大海之中，风浪大作，军神将士个个惊慌。当天子即时祷告上苍，哪会当风浪平静，顺时征东回朝之后，我王发现心日佛门，果然经过无偌久，风浪平静，顺时征东，班师回朝，我王乃是不枉此愿，决定要修身入佛门修佛道。亲王亲接大臣所劝谏，我王不接受。我王认为身为天下之王，哪有对神明食言呢？所以一定要去。当初是老曾才自愿退圣修行，当初是我王大发在此地赐剑报阴司，亲命老曾出家。阿弥陀佛。原来老师傅如此的重修，将来必然为万世流芳，为后人带道啊！起感，起感，阿弥陀佛。请问老师傅，小将有一件代志，请师傅你的指点。狄王亲，你不说，老曾也已经知影。狄王亲，是毋是为着30万军医失落的代志呢？是，老师傅指示。亲王，你毋免担心，此事有实自然有得，种种因何利得福。老曾的猜想绝对是袂定啦。
老师，你是在讲30万军医一定要找倒转来？无对，安尼我再请示老师傅，夺走军医究竟是甚物人？这一定是大龙山战天王的手下吴刚甲吴健。现在地面的势已经即阵同伊就笑我，若要等个单阳出，这势来扬去，杨宗保大军已经是丧死了。咱用你借这个机会，兵发三关，要夺大宋的江山，易如反掌。干啊干啊干！元帅，请你唔通着急。阿介军医期限是1个月，到现在才是28天，还阁有2天的期限。伊下关之前，狄王清一定会赶到。狄青是勤勉的大臣，应该啊知影两党兵士的痛苦，要尽速将军医压降。为何地地未到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元帅，最近半个月来连日落雪，30万军医车辆是数百，确实是多骨难言。过2天大势若是化，狄王清一定会赶到。哼，等甲大势化了后，军事都已经被生死当死哦。这啊！快去，鼓励后营。李元帅，当营的军事又被风势打死5名。满营的军士就变成冰雪亡魂。大人啊！元帅，对位。狄青靠着狄王清的势力，使军士的性命一路一半。我要派军旗出关，取狄青的首级。替着死去的军士偿命。白痴！元帅，请你不可动怒，期限还阁2天。元帅若是动怒，将狄青处死。以你来讲，对狄太后是不得，请元帅三思。哼！我敢就任凭狄青将军士的性命当作儿戏吗？元帅，不能派人出关摧残军医，当时探听详情。若是狄青伊靠着亲王之实，故意拖延，延误期限，到时出战也袂歹。元帅，我来去上土道。我招定贵来去摧残军医。元帅，赵天贵性情鲁莽，用意误事，千万不可派伊去。哦，袁大人啊，你实在真无意思哎！我也无得罪你啊，你想哪呢？赵天贵，你要去摧残军医会用，但是可知本帅军令森严，若是延误时刻，休怪本帅无情。当然啦。本帅命你即刻出关，并炸回关，威廉者定战不了。对了。将军，
千万不可饮酒。哎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戒酒啊。你卖啥？你永远都走袂去。我吼一定会掠你掠到着，来我斟者，我斟者。阿好啊，你真好大胆！你敢当遮拍人？你实在足好大胆的你哈！恁爸手先甲你压一记啊当！看你若搁有手通去掠查某！啊，无酒，我搞一罐来。好好。这匹马来遮水，阁是良区啊！你打4两手来。是。看这个小囝生做敢若亲像文律书生共款，伊一定是袂晓武功。我大先走落去将迄只马甲牵走，牵倒转来送阮元帅徛。